高太，今日對你嘅題目好有興趣，一膠不能走天下。我諗起田鳳膠就頭都大晒，五金鋪、材料鋪、防水鋪都賣緊好多唔同嘅田鳳膠，都唔知點揀，用錯咗，屋企廁所膠邊黑晒，或者窗邊漏水，仲有啊，明明新裝修，條膠邊幾個月就縮水裂開。冇錯啊，健仔，好多人都係求其買支玻璃膠就算。但其實呢，田鳳膠呢家嘢就好似睇醫生，要對症下藥。你唔會食胃藥嚟醫頭痛嘛？一樣道理。所以一定要睇清楚用喺邊度，乾定濕，室內定室外，要填嘅基材係乜？木板、瓷磚、膠料、金屬，仲有客人有冇特別要求，例如要咩色，怕唔怕老化、發黃，全部都要計到足。今日我哋會詳細睇下各種膠嘅局限同缺點，等你知點解師傅成日話膠冇可能用一世。第一類，先講講最多人用嘅玻璃膠，化學名叫矽膠，又叫硅膠，彈性中等，應付香港樓宇熱脹冷縮完全冇問題。但鋁窗依類長期震動縫隙，用耐咗容易撕裂開裂。玻璃膠分酸性、中性兩款。酸性玻璃膠乾得快，黏性強，有超強抗紫外線耐候性，戶外暴曬多年都唔會變脆老化。例如馬貝呢隻 AC 酸性防霉玻璃膠，洗手間、廚房、泳池室內外通用，防霉效果一流。缺點：施工時有酸味，需要2-3日時間，酸味先能夠散。最緊要係千祈唔好用喺鏡背、不鏽鋼或者大理石上面，佢會腐蝕個表面，到時塊鏡花晒甩銀。2. 中性玻璃膠優點：彈性同酸性差唔多，都係中等彈性，適合靜態收口。佢嘅抗曬耐候能力不如酸性膠，最怕潮濕發霉，容易老化。普通配方中性玻璃膠喺潮濕位置3幾個月就會發黑起粉，而防霉款中性玻璃膠就可以頂到幾年。無論揀酸性或中性玻璃膠，一定揀大品牌。雜牌亂咁加塑化劑，好快出油，黏手積灰，好難睇，甚至永久冇辦法乾透。第二類 PU 聚氨酯田鳳膠，俗稱豬腸膠。彈性表現係市面田鳳膠入面數一數二好，可抵禦建築物正常結構，位置移動變形，整體黏合力穩固，針對混凝土、磚牆、多孔基面，仲有金屬呢類普遍難上膠嘅基材，加上適合記底油，就可以做到穩固黏合。耐候性能中上，絕大多數常規戶外場景常態使用，長效穩定。結構性強，非常硬淨，適合露台、外牆、窗框大罅。第三類改性 MS 硅膠，新一代全能王，呢只係而家裝修界新貴，彈性遠超普通玻璃膠，回彈記憶力強，不易變形，可直接上漆，抗紫外線，耐候性能優異，室內外通用。缺點： 1. 黏結，附着力極強，永久固化，後期鏟除難度極高，容易損傷基材表面。2. 價錢偏貴。3. 施工門檻要求高，施工基面必須徹底清理乾淨，適合美觀要求高，需要後期上漆、修飾記各類收口位。第四類亞加力田鳳膠，油漆工記好朋友。亞加力田鳳膠又叫水溶性田鳳膠，彈性一般低至中等，乾咗之後會有一定彈性，但遠遠不及硅膠同 PU。如果結構移動大，佢好易拉裂，耐候性差。呢樣要特別留意，亞加力膠唔防水，亦唔耐紫外線。如果唔小心用咗喺廁所或者室外，水氣就會令佢軟化、發脹，甚至成條甩出嚟。佢只適合室內完全唔掂水嘅乾區，例如門框、地腳線呢啲靜態收口。室內無水地方專用，主要係俾油漆師傅收口用。第五類環氧樹脂雙組分田鳳劑，石屎級硬度，環氧樹脂需要 A+B 先用得，乾透。堅硬無彈性，只適用靜止無晃動嘅瓷磚縫、石台面罅，防水防污，性能極佳，耐酸鹼，抗腐蝕強勁。缺點： 1. 白色或淺色長期暴曬，近高溫處容易變黃。2. 固化快，施工難度高，沾手難清洗，但供應商有專用清潔劑，施工時備有清潔劑就萬無一失。通常用於工業廠房、公共廁所，經常用化學劑清洗記地方，也用於酒店或其他高級場所及家居住宅。第六類發泡 PU 膠田窿聖手，
乾咗之後有彈性，但只係軟彈，唔係結構性受力，耐候性差。發泡 PU 最怕紫外線，暴露喺陽光下唔使1年，佢會由原本嘅彈性黃色泡沫變成啡色，脆卜卜，一掂就碎，完全失去密封同隔音功能。室內外都用到，但戶外需用水泥或耐候膠封邊保護。我哋總結6種膠既彈性、耐候性、優點缺點。點揀最簡單，唔使咁複雜，記住呢個3問法則：一、室內定室外？室外見光、吹風、大雨就用耐候型 PU 膠或者酸性玻璃膠。記住，發泡 PU 同亞加力膠不能用於室外。室內乾記地方，廳房無水記地方，亞加力膠或中性玻璃膠。室內濕記地方，廁所、廚房有水，普通收口可以用防霉玻璃膠。如果要求高就用 MS 膠。而石面罅隙就用環氧樹脂，但要預咗會變黃。2、用嚟黐乜嘢？黐鏡、不鏽鋼、大理石，一定要避開酸性，揀中性膠或 MS 膠。木、石屎、金屬混合 PU 膠或者 MS 膠最穩陣。要上油漆首選亞加力膠或 MS 膠。要美觀定耐用？要視覺無縫上色，揀 MS 膠；要頂級防霉防腐蝕，揀環氧樹脂雙組分，但要接受佢冇彈性同可能變黃。要經濟實惠，室內揀中性玻璃膠或亞加力填縫膠，室外揀防霉酸性玻璃膠。記住揀膠就好似揀老婆，要睇性格特性，夾唔夾你屋企，唔可以淨係睇價錢。所有膠都有壽命。尤其係室外日曬雨淋嘅地方，預咗5年10年要翻打一次，最緊要係揀啱種類。下次去買膠，企定定諗清楚用喺邊，黐乜嘢，要唔要靚，就包保唔會買錯。入高健網店可以睇晒各種通用記填縫膠資料及價格，可以慢慢睇，慢慢揀。如果你仲有咩關於建材嘅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揾高建，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。